咩話？下午茶竟然有撈起食？大家好，我係靚姐，今日嚟到深圳福田香格里拉試下應節嘅新春下午茶。差唔多過年啦，酒店已經佈置到年味十足，招牌大氣嘅名堂配上中國紅，簡直錦上添花，零舍喜慶。新年下午茶呢，用一個3層嘅首飾盒嚟呈現，配色好溫馨，鹹甜點比例啱啱好，唔怕食滯，而且仲有埋撈起同埋燕窩添。咁豐富嘅排場，確實為新年開個好頭啊！酒店雖然唔算新，但係確實 keep 得好，而且便捷度真心無敵。福田站、連城新天地、Coco Park 等都係5分鐘步行路程，方便到爆炸。帶 BB 嚟住都好開心，超級飛俠主題房好闊落，童趣十足 ，BB 超中意啊！自助餐一定唔可以錯過，生猛新鮮嘅小青龍，肉質彈牙，明火烤鴨、小火鍋，呢個天氣食夠暖身。早餐時段仲有新鮮生棍粥同純手工燒餅，保證新鮮，有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